歡迎你嚟到親親巴父祈禱聆聽每日靈修錄影。今日係10月6號。今日主題咧係我嘅兒女啊，千萬唔好向後，唔向前啊！千萬不要向後，不向前，係啦。安靜停低靜一靜，等候主，深呼吸經歷主嘅平安，享受成個同在，呼出你嘅憂慮。讚美同埋感恩，思想下最近使你開心歡笑嘅時刻，為到個時刻同埋有關嘅人感恩啦。我哋讚美主，神恩，神恩像無限星海，主愛樂人於心上，困乏垂憐加添安慰，解開眾罪捆鎖。神恩像無盡碧海，主愛永記於心內，軟弱全然使我堅壯，送給眷友指引。耶穌無限愛在身旁，令我心中敏感，為愛願十架基督救贖恩情，使我不敢認淚。神恩像明媚朝陽，溫暖我這心冰硬，有若黎明初升光線，送走昨夜黑暗。謝主，知罪認罪悔改，求聖靈光照，使你知罪願意認罪悔改。我哋祈禱，親愛聖靈，求你光照我心靈嘅深處，使我睇到我嘅罪，我同主耶穌嘅阻隔。求你幫助，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透過聖靈嘅工作，安靜一刻，省察自己啊！我哋祈禱，親愛主耶穌，感謝你為我嘅罪釘死喺十字架上，我願意喺你面前承認我嘅罪。求你用你嘅寶血赦免我嘅罪，我願意打開心門，讓你做我嘅救主。求你救贖我，我願意一生跟隨你，讓你做我生命嘅主。求你帶領我，聖靈，求你充滿我，使我得着恩賜同埋力量去侍奉主、見證主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我哋用邵德牧師每日早上活像基督祈禱，向主呼求，讓你每一日比每日更加似主耶穌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今日活喺你嘅同在中，你一日比一日更喜悅我。主耶穌，求你使我今日能夠背起我十字架去跟隨你。聖靈，求你今日充滿我，使你嘅果子能夠彰顯我生命中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今日4段親親巴父經文係詩篇109篇16到31節，耶利米書6章15節到8章7節，歌羅西書2章8到23節，箴言24篇26節。今日主領受經文喺耶利米書7章23到24節，我只吩咐他們這一件說：你們當聽從我的話，我就作你們的神，你們也作我的子民。你們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他們卻不聽從，不側耳而聽，竟隨從自己的計謀和頑梗的惡心，向後不向前。現在讓你一個安靜嘅時刻，俾聖靈一個空間，讓主耶穌可以藉着剛才讀嘅經文親自對你說話。今日我唱書啊，相信主題咧係我嘅兒女啊，千萬唔好向後不向
前啊！耶利米書第7章咧，係描述神點樣俾佢嘅子民從邪惡嘅道路回轉歸回神生命嘅道路。但係咧，以色列人咧相信佢哋有聖殿，並且跟從聖殿敬拜神嘅規條，咁啊佢哋唔需要悔改啦。主耶穌咧今日提醒我哋，而家一樣有唔少基督徒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咁樣，唔覺得需要認罪，以為按時返教會崇拜就合神心意嘅基督徒，但同神全無關係嘅，其實係做緊啲宗教活動，一個宗教徒而已啫。你係唔係宗教徒呢？如果唔係，你可以幫助一啲宗教徒歸回主耶穌，做個真正嘅基督徒嗎？我哋一齊祈禱，親愛嘅主耶穌，幫助我哋每日願意用時間同埋心去親近你、侍奉你，使我哋唔會做一個宗教徒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聖陳文弟今日信息對你有咩啟發？主耶穌而家同講咩説話？聽唔聽到？冇感受冇感動啊？你下一步咩行動？家庭角落揾機會同埋家人一齊分享今日嘅領受啊！願全能嘅上帝、聖父、聖子、聖靈賜福俾你哋，保護你哋，從今日直到永遠。阿門。